係 Nvidia 啦、微軟啦呢啲嘅股價都係創咗新高。咁第二咧就係話美聯儲降息嘅預期啦有所升溫啦。咁第三咧就係一啲地緣風險嘅緩和啦，亦都係提振咗市場嘅情緒。咁而技術面方面咧，標指咧更加係見到咧50天線咧係升穿咗200天線，出現一個黃金交叉嘅情況啦。咁都係為一個中長線咧提供咗一個比較積極嘅信號喺度嘅。至於未來咧，市場焦點咧就要睇住兩大關鍵事件嘅一個發展啦。第一咧就係話美國對多國加徵關稅一個90天嘅寬限期咧，就會喺今個禮拜3咧到期㗎啦。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已經係簽署咗一個最終嘅通知，咁聲稱咧係會對多國嘅出口商品由8月1日起咧就徵收高達70% 嘅關稅。咁呢個舉動咧亦都可能會重現翻全球嘅一個貿易緊張嘅情緒喺度。咁第二咧就係話一啲經濟數據同埋政策嘅動向啦。咁禮拜3咧就會同步公佈翻中國6月份嘅 CPI 同埋 PPI 數據。咁而美聯儲方面咧亦都會發佈翻6月份嘅議息會議紀要啦。咁市場咧亦都希望可以喺入面咧揾到一啲未來嘅減息路徑嘅線索。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多加留意㗎。咁啊先分享咁多，將時間交翻俾主持人。係，唔該晒大豐銀行私人銀行客戶經理譚卓源先生嘅提供嘅財經分析。我哋繼續接聽聽眾嘅電話，下位係蘇生，早晨。係，早安。早晨。咦，咁細聲嘅你哋？早晨，蘇生聽到嗎？蘇生早晨。你較大聲啲個收音機啊！請講，聽到。啊，咁啊，嗰日阿婆婆講出佢嘅心底話咧。嗰啲聽眾包括我都好樂意接受啊！紀律部隊、司警部門因歷史嘅原因，立即恢復葡國時期嘅退休制度，唔好再拖啦！哇，同埋啲商鋪啊倒閉咧，全球排第一。咁你哋兩位少女咧就唔好簡單化，因為嗰啲嘢咧唔係唔好食。唔係買嗰啲嘢就好貴，係嘛？咁政府引入20幾萬咧大陸勞工嚟填補嗰啲。咁啊，蘇生，你覺得係咩原因會去結業呢？結業埋陰公啦！你話唔好簡單化啊嘛？冇人光襯，係嘛？佢翻啲貨又貴，去南方行係嘛？報租又貴，你話陰唔陰公啊？秀流唔流眼淚啊？我啊流眼淚啊！主持人好啦，即係你係講到可能佢嗰個經營成本高啦，係嘛？係啊，賺得又微，係嘛？咁啊，政府引入20萬嘅大陸勞工咧，你哋講係填補本地啲勞工力不足係啱嘅，因為澳門人又老又唔肯做又嫌辛苦，你哋應該係簡單化咁係去話佢哋嘅。咁啊講嗱，我有個意見，不如將全部嘅賭業搬晒橫琴，同埋帶埋嗰啲20幾萬勞工，塵歸塵啊，土歸土，跟晒上去。咁澳門係變翻真正嘅旅遊休閒城市，咁啲基層人咪唔怕失業咯。咁呢啲富商咪全部要請澳門人咯。我嘅意見好唔好啊？主持人。好啦，冇其他啦。唔係好明點解你會有呢個諗法？有啊，我諗法啱唔啱啊？唔係好明有犯罪？唔係因為澳門嗰個外勞咧係好多行業都有嘅，我唔知點解你會話要將博彩業拎晒去，佢哋20幾萬啱啱夠嗰個賭場嘅員工啊嘛。咁啊。唔係好明你點解咁諗喎？好啦，蘇生咁傾到呢度啦。咁蘇生佢自己個人嘅睇法啦嚇。咁下位係歐生，早晨。